慢慢就可以了。比如说看台湾你的这种界有没有？在讲女的你是男的啊，我就是女的男的啦，女的男的如果把他那个加这个不是很多有啊，文化界就很多是女的是男的嘛，他有时候是女的是男，文化界蛮多这样子，但是他是里面有一个创造一个共同利益，就是跟利益点嘛，可是共同利益跟利益点，其实他就会去分烂的这个，我们都是就是像智能公司虽然从大家都知道智能公司是偏蓝色的，但是绿色功能很好啊，那怎么样很好？因为还是有共同利益点嘛，他要证明好，我给你证明嘛，那你要你的舞台，我提供舞台给你，因为对他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是要一个诱因对应的然后或是说可以连接的那当然你跟不管是跟蓝跟绿其实都很好，然后像我们也会，我们现在目前可能比较跨出去是，我们现在很努力的蓝绿的结合，我们现在跨出去是，怎样让几乎变得太拿卖小小迷你卖80块，也是这种东西也卖不到2组，很可怕啊！那个怎么可能一年卖不到2组？就2组有时候没人买，可是在外面百货公司卖到没有货啊，那我们就可能说是不是太贵了？后来就开始慢慢做调整，所以有时候觉得这东西好之后你要接近客户化，不是说啊我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像我没有做首饰的，首饰很漂亮，可是他不会做行销，那你的首饰有什么特别点？你要把你的特别告诉人家，比如说害羞啊，这个是我的技术，不方便跟别人讲，你可以自己保留一部分是。就是核心像大陆那个红场嘛，它那个职位帝王还是6位帝王嘛，